總統候選人獨角獸今日代表 Solarian 展開記者招待會，否認早前40歲陳姓男子因 Solarian 旗下產品 Solar 臨床實驗導致身亡。近日，我哋 Solarian 收到好多不實嘅謠言。對於呢啲不實嘅指控，我哋公司決定會採取所有法律嘅行動。想食咩啊？冇所謂。Solarian 又冇所謂。身為呢個國家最大嘅科技公司，咁你大廚嚟㗎嘛？我哋立志喺社會各方面作出唔同嘅貢獻，亦對於呢近半年大量嘅新移民湧入我哋國家，我哋係表示歡迎同支持。你同緊我講嘢。所以為表支持，講咩話？我哋 Solarian 決定將會撥款40億，同埋創置6000個崗位，俾呢啲新移民去安置喺我哋國家。講得幾好聽啊！最後，獨角獸冇接受任何記者提啲市問，民永遠都唔會知道。只為下個月嘅總統大選拉票。有啲咩真相係市民知嘅？仲有嚟緊嘅總統大選度，希望你會投我 Unicorn 一票，記住啊，1號啊！非法集會及抗議於多區持續進行。對於獨角獸及 Solarian 嘅指控，高山派總統候選人玲瓏指出，該取消獨角獸嘅參選資格，並指國家唔能夠容許。多謝。